哇！今日咧就係寒風非常之凜冽嘅一個日子啊！嗱，你聽到背後咧已經咧好大聲啦，因為我哋咧而家咧喺個六四嘅會場啊，因為好多人咧都唔想出鏡啦，咁我就自己嚟到呢度啦，好耐都冇同大家見面啦。因為咧我呢排咧就因為身體比較差啦，讀書考試，啲人話我面色好差喎，咁我都化咗少少妝㗎啦，不過咧化完妝咧都係似死人化妝嘅，咁都唔緊要嘅，其實只不過咧就係人死都唔係好緊要，心死就緊要啲咯。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即係今日6月1號啊，多倫多時間，而家香港時間應該6月2號啦。咁希望咧就係我哋喺多倫多同埋溫哥華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，仍然延續我哋香港人繼續幫中國大陸爭取民主。至於我哋香港是否係中國大陸一部分呢，就交由香港人自行決定啦。咁我希望大家呢就係多啲一齊嚟參與啦。咁我驚有啲人喺度俾我影到，咁唔好啦。咁就大致上係講咁多啦。咁就多謝各位關心，知道呢失蹤咗一段時間呢都好咩嘅。咁希望大家都今日就有機會拍下幾條片，就幫下俾大家知道我仍然在生嘅。咁係啊，多謝各位。